嗨，你好，歡迎來到每日讀書。在這裏，我會每天陪你讀一點書，想一點心的問題，一起建立一套可以穿越時代的思考系統。我們從一本很特別的書開始，《納瓦爾寶典》。今天的主題是為什麼努力工作不能讓你變富？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刺耳？但你聽完今天的內容，也許會開始重新定義努力這件事。納瓦爾說過一句話：你不能靠買時間致富。這句話聽起來簡單，但實際上完全顛覆了我們從小到大的信念。勤奮、努力、拼命工作就會有成果，對吧？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那些真正擁有財富自由的人，他們真的靠的是時間換錢嗎？如果你仔細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像 Elon Musk、Jeff Bezos 或者納瓦爾自己，他們做的事情都不是按小時計費的。納瓦爾說，如果你希望致富，就不能只靠買時間，你需要擁有，需要打造一個能夠在你不在場時還能持續放大的系統。想象有兩個人，呢一位年薪100萬的律師，每天工作12小時，換來高收入；B 一位經營線上課程、寫作或投資的個人創作者，收入起初不高，但作品會複利成長。每天只花3小時為和，5年後誰更自由？答案很明顯，A 賺得多，但永遠在換命；B 一開始慢，但建立了自己的與資產，時間開始為他工作。這就是納瓦爾所說的努力沒錯，但你努力的方向要正確。努力應該用來打造與資產，而不是只換取收入。今天我們可以從這段話中學到3個可以反覆使用的思考工具。工具一：時間是消耗品，而不是可複利資產。每天只有24小時，這是硬限制，所以靠時間堆出來的收入天花板是定的。工具二：真正可複利的是資產內容系統。你錄的每一集 podcast， 寫的每一篇文章，做的每一份投資，只要對，它就能自己為你工作，不靠你出現，也能持續帶來價值。工具三：先建立系統，再談努力，不建立能放大的系統，努力只是徒勞。如果你還在買時間，那就該思考，什麼是你可以複製、放大、離身化的產出方式。現在，請你花10秒想一想，你每天最花時間的事情，是你想要複利的嗎？你賺來的錢，能夠幫你賺更多錢嗎？你閱過的話，寫下的內容，做出的選擇，有沒有機會成為未來的？金句一語釘環：你不能靠買時間致富，只有靠可放大的系統。今日問題給你思考。你現在有哪些事情是不靠你本人也能一直產生價值的？如果答案是沒有，那你今天就應該開始建立這件事。謝謝你今天的收聽，我們明天繼續一起讀納瓦爾寶典。明天我們會問一個更深的問題：什麼是人生最強大的？你可以訂閱這個頻道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，你最希望能建立什麼樣的非時間型資產。我們明天見。